人自出世就是平等的，这是美国独立宣言内面真出名的一句话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文博士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说的时阵，也引用伫咧内面。这种对全球民主发展影响真深的文本，即摆有出版社招翻译者改翻译做台语文，也有出版啊。希望互大众来了解台语，毋但是一个表达工具，也是思想语言，互咱这的人呢，透过着台语来了解着生存权、自由权和追求自由这寡普世价值。我有一个梦，人自出世就是平等的，这个道理，阮相信是不证自明的。我所愿望的是，这个国家会使爬搁较悬咧，安尼有一天才对得起咱国家的这个信条。翻译者魏晋和甲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文博士演说，我有一个梦翻转台语文，原文当中就引用到美国独立宣言。魏晋和嘛甲转台文翻译两本册同齐出版，也拢是影响全球民主发展真重要的政治思想。魏晋和伫新竹出世，伫加拿大留学，有10年翻译的经验。虽然厝内讲台语，毋过正式学台语文是自2020年才开始的。台语啊、拉丁语我拢咧学，就是学过真侪语言了后，我才发觉就是讲，是安怎我会晓遮尔侪语言，啊，煞家己土地顶悬语言我煞袂晓讲，我就想要甲伊学起来安尼。郭晋和透过甲阿母和外妈开讲，嘛去看早期的8点档，才甲台语喙字填转来。伊希望透过翻译的专业，莫去互台语受人吞踏。会出版《我有一个梦》和独立宣言台文版，出版社表示希望透过台文翻译，嘛通互读者了解台语是一个独立，而且是通承载人民自觉、反抗暴政、甲追求自由这寡复杂思想的语言。台湾的册有影仔册、文学的嘛足侪，也毋过较无亲像这两本册较思想的册出版。我伫足久以前就有咧想讲，应该爱有。出版社表示，未来这两本册有打算会搁做有声版。今年台湾经典思想的系列翻译，嘛打算搁出版外国经典铁盒著作《论自由》甲《何为启明》台文版。因希望互大众了解，台语毋但是表达工具，嘛是思想的语言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